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还好今天回来的比较快是吧？那么 OK，我们继续。然后咱们昨天说的是到了在这样一个局面是吧？就是第四、第五走完 C4、C6，然后人哥走了马 F3、马 F6，然后他们第一盘15分钟的话，人哥的对手呢，不，人哥走了E3，然后他对手走了象 F5，然后在那个加赛的时候，人哥走了马 C3，对手还走了象 F5，所以说人哥推测他应该是提前点了一步象 F5，然后点错了。OK，我给你们解释了一下啊，反正是这个意思吧，人哥。嗯，对，嗯，OK，黑方不走象 F5，这个象去哪里合适？这个就请打开国际象棋百科全书，翻到第17这个页面自己看。不，这个时候可以走E6是吧？可以走 DC，DC 的话应该就是第17。然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人哥，你稍等，我去上个厕所，让他们留个言啊。好的。嗯，好，今天的人不多啊，我看今天有多少人，好像和平时差不太多。啊，不对，我得倒点水，嗯，对，脑子都嗯，不太好。口头禅。我刚才想着是倒点水，倒点水，然后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就忘了这事儿了。但今天感觉进行的很快啊，是吧？因为今天没出嗯，啥事儿，没出什么幺蛾子。1个半小时，3个小时，嗯，对，差差不多。不太多，1点左右估计就可以呼呼去了。这里面阿玛嘎的你觉得比较虚谁？如果进到阿玛嘎的话，我谁都需要啊，不然死亡我战绩太差了。哦，但是你昨天吧，我觉得把一个很硬的带走了呀。他挺慌的，他上一盘输聂波，啊，是吗？那个哦，场景还对对对历历在目。对，拉格拉夫其实快棋挺好的，不知道为啥。嗯，但他就是一旦有压力紧张的话，他发挥不出来。嗯哼，菲罗兹亚感觉很无。哎，你们这比赛要求穿西服吗？嗯，最好穿了，对。哦，OK。然后我告诉你，昨天他们这帮人就慢慢浮出水面，你知道吗？就我们圈子内这些人，全是用的各种匿名小号。我一看挺强啊，再一看，哦，是这个。哦，那唯一不说要嗯，问问题吗？哎，对，唯一肯定在线。他们就用了匿名在蹲着是吧？对，北超是不是忘了这个事儿了？
他们今天也不问问题。今天我难得，我嗯，觉得就开始我们卡了20分钟，后面就非常的流畅。我告诉你，这要流，是一个对，非常奇就跟这怪的事情。对局，跟这个对局一样流畅。对，今天感觉下的，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聂波的时候，感觉都没有太多的激情，不够火辣辣的感觉。啊聂波下得快是吧？嗯，不管好不好，反正够快，吓死你！看看他们下一场马上就开了，还有1分钟。然后看看嗯，啊，现在费罗兹亚还是落后一盘。哎，不对不对，他落后2盘啊，他被双杀现在。对啊，人只要再合一盘，我觉得他又记了这一盘。哎，我学习啊，我今天要先看第一视角，看看菲罗兹亚走啥啊。李彦凯说骚骚没睡着，在和李彦凯聊人生呢。延续昨天的人生。但让他留言啊，嗯，哟，第四、第五又来，哟哟你在哟，看哪盘？卡尔森这盘吗？卡罗瓦纳，卡罗瓦纳，卡罗瓦纳，先看卡罗瓦纳那个。卡罗瓦纳变招了，然后选择了E6，估计回去点了点小鼠标，换了一路继续来。E6之后就有可能下哦，成卡特农那个结构了，是吧？马比第二嗯，不马比第二。一样了，他准备1-4，嗯哼，嗯，卡罗瓦纳也有虚的时候啊，他怎么不再来呢？然后选择了 C5，菲罗兹亚不会了，嗯，CD 是吧？没有，直接走的马第二啊。你说这个时候如果 CD 的话，我不知道啊嗯，，CD 吧，看样子马第四，马第五，E4，E4不行，E4也行，不会，马比斯，嗯，那或者说 C5这步棋走完能走啥呢？感觉也没什么可走的。DC 吃了走什么呀？嗯像 C5是吧嗯？CD 再吃，后 B6去抓，感觉上是这种套路，不嗯，知道。我们转身去看一下卡尔森，对，我有，们还是把主要时间精力放到卡尔森这盘棋吧，这盘嗯棋比较重要，他们嗯哼，现在的这个卡尔森很稳是啊，竞争力在第三步走了一步 E3，请指教，就是不给你 DC 吃的机会呗。也对他马 C3，他觉得还要多准备一路 EDC，嗯哼，就说这个而时候，他是嗯对想允许黑方下 F5这个上的这个变化，嗯哼那他就1-3马 C3这样一个情况。嗯哼，那卡尔森这两步 C4、E3都想了12、13秒钟，他有没有准备在下之前？我不禁有点怀疑。应该准备了吧？他这个下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避香鸡4是吧？没有，就是 BDC 了。不是，我是说他后面马 C3先上啊，他为什么不马 F3先上呢？嗯，不知道。但他下 F5马 F3又想了45秒钟，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准备。他觉得一盘象 C4够了，后面求和就可以。发现象 C4没有趟到拉格拉夫，这个棋我感觉频频出现啊，大家为什么现在都不跳双马了呢？我不懂，都怕 DC 卡罗拉纳跟你那一套吗？他下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我感觉人格又他掉了。你还在吗，没有啊，人格？OK，在，还在，还在，还在。摄像头晃了一下。OK OK，我说他们现在为什么都不 DC 了呢？就是跳双马，都怕 DC A4，卡罗拉纳跟你那个棋吗？这盘棋没跳双马呀，我知道，我知道，这盘棋没跳双马，最近感觉已经很火了，是实在不行。白棋不跳双马还是我就说白棋为什么不跳双马？是不是怕卡罗瓦纳跟你那个棋啊？不会吧？
我也不知道，那就是想下的稳一点呗。我想知道拉格拉夫你跳双马他走啥呢？他走 E6吗？米兰？他16的，对哦，他跟吉利走过16。嗯哼，这个 HG 吃完，这个棋我觉得卡尔森下的相当好，我印象当中就这个型。嗯，后 B3后 C7长一位来了。嗯哼，就这么下的吗？嗯，对啊。我这边还没出来，我这边还是卡在了 G6HG 上。那我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说不定我一会儿又要掉了。我这边啊很快，然后动了很多招法，后 B3 后 C7 长一位 D4，DC 向 C4 B5。拉格拉嗯，夫好像比较喜欢这个下法哈，就 DC 开了你之后 B5 A6补起来，准备 C5起。对，这应该通常推向1、2吧。像 D3之后，以后马蒂C5之后，这个就比如说 象 A6，然后以后马 D7 C5走完之后，这个象在 D3会被利用是吧？对。嗯哼，B5之后卡尔森还在思考，这盘棋要是赢不到，他们俩就阿玛嘎登了，我估计。嗯走到象1、2，然后 A6补起来，王 B1 吗？还是E4？我不知道，我就只能看到这两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思路吗？王 B1啊。王 B1，那然后呢？假如黑的马 D7呢？你会走 GC 还是会走 E4，还是会走什么其他的？这好像走马1、4的，好像。哦，马意思，嗯，果然还是你了解卡尔斯。什么？哦，我们家的狗狗在直接叫，马1、4。它直接走了马意思，吃了 F1吃过来。哦，那说明王 B1他可能是担心 C5，直接 C5了，嗯哼，是吧？这样马1、4。这 F1吃过来这个棋形状很奇怪，这时候要冲不也还是能冲 B C5吗？有什么对，区别？是冲了。啊，冲了 C5了，嗯，好吧。这说明D5要么王 B1。拉格拉夫应该还在准备之内，他这几步棋就下了几秒钟。嗯哼，C5之后走的什么？我这边没有跳出来。王 B1 走。王 B1，然后走的马 C6是意思吗？嗯真快啊！我看拉格拉夫的屏幕和拉格拉夫还有15分钟啊，15分04秒，嗯真的快。然后他们说这个 H2兵能不能吃？我觉得应该不敢去吃吧，嗯或者说没必要去吃。这马 C6感觉黑方下的很畅通啊，这个棋。嗯，这局面白的怎么办呢？象1吗？这是D5的话，觉得应该吃马E5吧，为什么要吃呢就这个？D5不能 C4走完再马E5？哦 C4 ，C4担心象 C。象 C4哦，那我就先走马 E5啊，先走马 E5 第一了。D1，少一个总是。嗯哼，那 D5一冲，吃马 E5也不错啊，看起来对吧？嗯，这棋谁好呢？黑方就准备象 D6，C4 封下来，然后准备长一位是吧？不一定，黑方可能王在中心也说不定。这个破E3兵还不如没有呢。嗯，还在想卡尔森，马 C 都走完了。
这局面正经不好下。这除了D5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像一刚才我说的是吧？我不知道行不行。这局 H2是不是有可能吃我？吃了后吃，比如说D5再闷也还凑合吧，我觉得。说不定像走1-5骑兵啊，他走了。E5啊，What's this？啊，这要干啥？拉格拉夫也懵了，一个爆头，陷入爆头了。我靠！E5像好棋哈。，C 这如果 CD 吃不了的话，E5是好棋啊。这 CD 吃了咋办呢？举 C1吗？嗯，举 C，D1再吃，就像E3了。这样应该不行，两只象敞开了，受不了。那车 C 走完，跑个后 B6，后D7，后 B6，下步3 G C8，ED 那再 ED 吃回来呢？对啊，短一位，所以后D7了。不，短一位也还可以啊。当然，你后D7我说不定更好。但这你也没棋吧？这棋真的有啥棋？OK，我们来看看人哥说的后D7。后D7我能举 C6吗？没有意义是吧？那一样，后 B6你也能走。对。哎，GC6吃下步3，后 C8 GC1。GC1再一狼，后 D8或者后 B8，象 C6再将一局。象 C6先将，过王 F8吃ED 吃了，这咋样？应该摆的好了是不是？绝吃下来了。不敢吧？这有没有什么后 F3之类的？好像没有。象 B4。象 B4吃王 G8呢？不知道，我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棋好悬啊！我不知道，水平不行，看不见这该走啥。但是我觉得你不像。黑的吃了，黑的 CD 吃了，下步3 GC8。对的，先 GC8好像。我们说的叫什么？我们说先上后被白方。没有。我们说。下 F3，先走的 GC8，也 OK。GC1出。后D7，GC 感觉一样。后D7后 C2呢？啊？卡尔森好像发现了，卡尔森那张脸好像看到了后 C2。那所以说应该走后 B6。后 B6。走了后 C2。纳格拉夫准备走马 A7，但是突然发现有点不太舒服。但这不走马 A7走啥呀？对啊，只有马 A7。马 A7后 C8吃了，后 C8，全吃完象 B7打，这好像好了呀。6，这那E5好棋呗 ，CD 不能吃，象 F3 GC8 GC1，后 B6，再后 C2的话，可能后 B6 马 A7，叫马 A7了，对。不行，这马 A7也不也吃吗？啥意思啊？这吃了狙吃，抽烂了吗？对，象 D8电呢？长得不像吧？象 D8电我象 C6一棒。我不知道象 B4 控一下，象 B4声控一下怎么？直接想控一下。王 D7。F5呢 ？F5。象 C5再立一下，后 A5 抓一下，G6抓一下，抓碎了。对，那王 D7 GH C1。这好像也是白的凶啊，准备干啥？对，G8 C6一立，G8 C6。G8 C6 G D6，对。高棋啊，E5。好棋啊，感觉上是好棋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路了呀。
E5除非不吃就得走短移位，这事好像也不太科学，是吧？走了，后 C8砍下去了。那也没什么想的，这只有后 C8，这不能走马 C8吧？马 C8向 C6一打，这顶不住吧？但是后 C8吃了，车吃马吃，然后紧接着象 B7打一下。仁哥，你还在吗？还在，我在看那场结束。我靠，他不会E5的时候算到后 C2、后 C8这个计划了吗？不能，我看他那张脸是好像刚看见。我看那官网一会儿杜波夫上线，现在格里又上线了。他们是厉害啊！我大中国12点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找人。他们是。哦，走了马 C8。估计觉得那个棋太简单了，这个棋说不定还复杂点儿。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觉得我又要赢了。如果让我下的话，马 B6，准备马 C4 封过来，就靠一个马顶在第5，撑住，偏。但是白的可以异地吃你啊，啥意思啊？对啊，就慢慢走啊，这一个兵都不多。那就是承认自己下错了呗。那我感觉马 C6是黑的可能 CD。我感觉马 C6的时候拉吃太快了。对啊，E5可能 CD 吃太快了，我想想这个时候。但E5一冲确实挺凶，你别说。先去 C8走一个呢。先去 C8，先象 F3。那不好意思，后地清短移位吧。短移位，我估计 H4就H4起不来，那就回个象吧。对。去 C1 拉一下先，去 C1 拉一下吧。后 B6上。后 C2 继续拉呗。不行，被我后第7吧，你就行。G7后第7。后第7，后 C2。还准备 H4、H5 啊？差了。我是没看到现在开走炸。就是这个计划拉住。挺好的，我觉得人下的。E5之后你总不好意思走 C4 对吧 ？C4 走完我感觉就跟认了一样，这后 C2 吃回来。对，C4太难受。那没变化了，就准备。哇塞，马第5周走了步 H4啊！我就后 B6吧，后 B6你后 C2 的时候。后 B6，比如 CD 2的时候。CD 上 C6 D3后 C3。没有。不是，那你要这么下，刚才后 C2 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下吗？你马 E7不没有移位。对，后 B6 后 C2 短移位，向 C6。就是说这个局他走的后第7是吧？就是说这个时候车 C 之后得走后 B6，后 C2 之后，然后短移位跑开，是这意思吗？向 C6 吃了 D3，后 C3。GC7。GC7。高。我只能说他下的好。但是如果你第3，你为啥不第1吃？我没懂。第1向1 GC7 是吧？对啊。后1是 GC8 吊死了。
对啊，莫非这是正解？可能我能出在后第七上。哇，这太难了，我觉得正常人都是后第七。嗯，看起来很协调后第七。嗯，但是被一个后 C 二一拉穿了，好像。H4一冲，这部 H4是好棋吗？人哥你觉得？我觉得看起来很帅啊。嗯，最直白的要求，换子儿。我这个球就白方优势非常大了，已经。嗯，你虽然一个好马，但白方这个王以后你车换了之后，王去中心顶住，王到 E4是吧？对啊，车还有 H 线及其弱点。嗯哼，这个黑方开局已经没看见这个后 C2特别致命，我觉得。嗯。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卡尔森是个E5好棋啊，这嗯感觉这么一比，感觉我好 嗯，low。我刚才说怎么像E1是吧？哎，好菜啊，感觉 E5真是强，我怎么感觉到这个棋的？讨厌。嗯，好棋，我们看看那一我们盘吧。看看另外一盘，看看另外一盘啊。嗯，走的什么？CD 吃掉，马 D4，马 D5，跟咱俩说的一样。然后走了 A3 嗯啊，比我的E4要好。A3 象E7，马 F3，然后E4起。这个卡罗拉纳不差，象 D3一上，H6后 E2，这下车阿拉宾了快。对啊，这个黑方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哎，菲罗兹亚有点急了？这个后 E4之类的这些调动，对，后来像先换位之类的。有可能先换位的马 C5，向 B1退回来。是吧？嗯，对，比如说后 E2马 D7，这短一位呗。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理智，就是情绪好一点的话，他可能就会这么下了。但是他现在再急于想想，得分，对，但其实后 E4之后，人家就嗯，只能走 F5，这不走 F5总不能走 G6吧？被他马1 6一口吃死。对，让黑方行下太舒服了，一下子上来。对，就感觉让黑方扑出来的太快。但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很细微，就和棋手临场的时候他的这个心境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嗯，像第二一出 E5啊，哇塞，E5我服，艺高人胆大，我压根儿不会想。右向1-6，嗯，顶，但这 E5走完不差一点吗？这马1 2回来，你像一轮就放一呗。然后呢，比如说向1拉回来，向 A5上去吧，别向E1了，向 A5吧。嗯，准备马 C3，哦，果然走了向 A5。这破E5这 冰晃了。C2车 C2 马 C3，干下了，马 C3，你说吃了我，我向 C3，嗯，这咋吃呢？我也不知道。这有他马1-4进了。马E4还有一步对。那么车 C2 走完，哎，退而求其次，车对车也可以啊。你吃了我马第2吃回来，嗯，感觉上也但这盘棋给他下的没那么紧凑，没有另外一盘比赛。对。看另外一盘吧。哦，啊，跟人哥说的差不多啊。车 H4直接吃了之后一抓，这之后不能走 G5吗？人哥，哎，这为什么不走 G5呢？象E7为什么要回呢G5上王呗。？F6，G5 F6再上，你 F5 哎，G5 F5，
哦，F4可以封住。嗯嗯，哇塞，卡尔森赢了，直接认了那边。啊，这车 H7走，车 H8，王 E7，哎，然后王 C2之后停表。王 CF6啊，吃绝世七停标。嗯哼，确实该停表了，好像全吃光了。啊，刚才有人说，刚才说像这次吃完，如果 GH1的话，G5、GH3了。但 GH3像 F2 扣你啊CF2呢？对啊。，GF3吗？像第4 GF7。哦，GF3好骑哦。嗯嗯哼，哇，他这都看得见。GH3、GF3，这个屌的。那完了，那完了，那所以说 H4好骑啊，又可以给孩子们哇，上课了，H4，是吧？感觉 H4是那好骑的。想了28秒，他 GH3、GF3 都看见了。我觉得假的吧，我不知道。不知道黑方像爵士4想了4分21秒之后，象1期又想了56秒。他可能一开始想走 G5的，但发现不行，嗯，这太强。他开挂了。不过真的强，E5这一步棋以及后面这步 H4是吧？很强啊，我感觉。嗯嗯，要不他是世界冠军呢？合理。哎，对着，他们在问你明天跟谁下吉利。啊？哎呦，我们搬好小板凳，搬好小板凳，好好学习一下。另外盘棋我不看了，我也不好好看了。好好好那我退了，准备睡，OK，觉了。好嘞好嘞好嘞，嗯，拜拜。嗯，拜拜。拜拜。那么人哥，早休息，然后明天还有比赛。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对局啊。这一盘棋，哎，象 A5走完，果然车 D2之后走的是什么？车 D2是吧？马 D2，马 F4，吃。这局面我觉得白的好一点啊，黑方的这两个兵有点破，感觉上。但是感觉今天卡尔森赢的确实很脆，这个第3盘，马 F4吃了，EF 吃过来，然后接着车 C1出车，我猜测啊，车 C8下去，车 A8，哎呦，王 F1，王 F1也合理，这是干嘛？准备车1吗？把车对掉，然后这个残棋慢慢下。我觉得这盘棋菲罗泽亚有戏啊，说不定可以扳回一城。感觉还是挺有戏的这棋，但是时间上稍微有点少。我的师傅是杨过是谁啊？请问是哪一路英雄？王 F1走完，卡罗拉在想，这局我觉得确实不好走。这局面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车留下吧。嗯，车怎么留下的这是个关键问题，我都不知道这个象该去哪儿，或者车该去哪儿，或者马该去哪儿，感觉都不对这位置。所以说卡拉瓦在这个局面当中去思考，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在这样一个局面当中，真心是不好下。向 F8撤回去吗？向 F8撤回去的话，比如说车 1对，这样车 C6赶紧跑开，我觉得应该要。车1吃了感觉很危险啊，这个棋。所以说王 F1还是好棋，黑方的兵全在黑格啊。这个 F4兵肯定是不可逆的，白方以后至少有攻击的目标。这个 A7也是不可逆的，也是有攻击的目标。白方这个兵以后可以抬到 A4，这个兵抬到 B3去，都变成白格兵了。然后配合这个黑格象，感觉还挺舒服的。那么在这里，
我不知道黑方这个局面应该怎么办了，被卡住了感觉上。卡罗瓦纳很明显觉得不是很轻松啊。王 F1好气。明天谁来给我捧哏？明天有可能是王老师啊。然后你们想让谁给我捧哏？啊，没走向 F8，走的马D7。啊，我刚才说过马绕开，那我估计白方车E要对车吧。然后王 F7可能顶上来，慢慢下，马D7走完。那么白方是不是可以考虑马 C4踹一脚，走到车1啊，走到马 C4，走到马 C4，这只象该去哪儿呢？去E7吧。象 F 都想办法翻上来，然后这匹马呢，从 C5塔到 B3的这样一个位置。这种棋我也不会啊，这种棋最难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处理这几个兵啊，你要在短时间之内想到一个思路去把这几个兵给处理好了，那这个棋就没事了。但是我觉得处理不好，处理不好的话，这个棋就比较危险。车D1出合理啊，是要走马 B6吗？还是要走马 C5？马 B6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的下法。所以说，如果这么看的话，是不是费罗兹亚的这步马 C4有问题？如果马 B6可以的话，马 B6走完，马 B6果然是马 B6，好棋啊！车D4嘛，要刚起来。车D4抬起来感觉上也还行。像 F6一打的话，就车 F4把兵给吃了，做这样一个交换，这样马 C4吃掉，车 C4向 B2之后 ，A4补起来，应该是一个白方好的局面。伪师叔会不会来？伪师叔应该会来。选择了马D2撤回来，但伪师叔并不一定是明天啊，伪师叔应该会客串一下。人哥王浩，王浩很难，王老师会来。刚来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今天没有人哥，人哥刚下直播，你来晚了。然后卡罗瓦纳和费罗兹亚，卡罗瓦纳现在2-0领先。卡尔森和拉格拉夫，卡尔森2.25比，不，卡尔森2-1领先，对，2-1领先。马 D2，马 A4，马 C4 的话有马 B6了，所以说不能上马 C4，那么就只有走 B3，B3 的话马 B2这一脚踹过来，这个局就比较尴尬了。下这步象，关键下一步象 A3 要吃你啊！比如说车1换了王吃，然后接着象A3一吃王E2，这马是不是死里面了？我不想你，我想枕头。我特别想念枕头。马 D2，马 A4之后果然是 B3啊，B3冲起来，黑方应该是漏看了，我觉得。马 B2发现人家车1对的有点肝疼。今天是不是除了开始那一下不行，后面是不是还是挺好的呢？说好的王老师，那还说好的你呢？你不也没来吗？你不才刚来吗？呀，B3之后马 B6，马 B6这就打脸了呀！这人家 A4封一步，肯定摆的好了。年轻了，哟，卡尔森的第4盘来了，我们来看卡尔森能不能顶得住。卡尔森上一盘确实强啊，我天！哎，不对，卡尔森人还没到呢。那我们还是看这盘吧。哎，果然走的是 A4，王 F7之后马 F3跳上来，象 F6，象控马。但这局面我觉得皮得被搓掉，这卡罗瓦纳太难下了。车 C1，准备车 C7。这个时候车 C1这步棋我觉得不太好，说不定更好的是象 B4。
准备向 C5，然后找机会向 D4过来对了，或者拉住这一条线。车站着 D 线我觉得挺好的，没必要去这条 C 线啊，我感觉。车 C1，关键是车 C7下去的时候，他车E7对你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也不知道。OK， 来我们看拉格拉夫 D4 走完之后，卡尔森在想，森哥几比几的？森哥刚赢了一盘，上一盘下的相当好，我觉得。D4 D5，卡尔森经过了思考，选择了 D5。他要走什么开局呢？斯拉夫吗？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时代，斯拉夫当道了。马 C6 后 C2又来 ，DC 之后 E4吗？这一盘菲罗兹亚和那个卡罗瓦纳就是这样的，到后 C2之后，卡罗瓦纳选择了 E6，在第一盘的时候，卡罗瓦纳选择了 DC 吃掉。那么这个时候到了同样的问题来到了卡尔森面前，那卡尔森的话会怎么选择呢？他是会选择走 E6呢，还是会选择走 DC 呢？E6的话就是和卡罗瓦纳一模一样，DC 的话就是和卡罗瓦纳第一盘一模一样。那在这里当然了还有一个 G6的下，但是 G6走完之后，这个棋非常像格林菲尔德的形状，所以说我估计卡尔森不会下，不会去选择啊，不是不会下。我们静观其变。后 C2走完之后，卡尔森在思考。这盘棋我真觉得，如果 DC 吃了的话，拉格拉夫有可能会E4的。这是刚才菲罗兹亚对卡罗瓦纳的那盘对局，但是此时双方的心态和第一盘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拉格拉夫这盘棋必须要赢，所以说他敢去拼了。但是第一盘的时候，菲罗兹亚选择这样一个开局，我觉得是不太科学的，因为第一盘你还不太敢拼啊。所以说后 C2这步棋走完之后，黑的还在思考，卡尔森已经思考了1分多钟了，我感觉。卡尔森不能只走一步 A6吧？然后我们切换到菲罗兹亚对卡罗瓦纳这盘啊，这盘棋下的比较快，还是走向 F6，车 C1，马 D5，向 D2，车 B6， B4。我就说他是车 C1这步棋不好。车 B6 B4。G5，车 C4，王 E6，马 E1，车 D6，马 D3，翻上去。翻？这为什么啊？翻不上去，翻上去之后有马 D3，有马 E3将军应该是，然后选择了 A5。但是菲罗兹亚这孩子是不是残局没学好？这俩兵定这儿啥意思啊？这得王老给他上一课啊！虽然他是27，虽然他等级分比我高，但我怎么感觉那么臭呢？这啥意思？这俩兵留到黑格去？我知道他是防马 B6，但是防马 B6的招法多了呀，你去这样撤回来不就完了吗？他踹你再冲他呗，对吧？你这现在直接冲人马117一回，这个故事是不是就不太好了？这下不好，马 B6上来这个 B4兵要死这儿啊！马 F3，马 C6上吧，马 C6。啊，车 C6，哎，好棋啊，王 D5这样可以上来。我怎么觉得这棋黑的好了呢？你肯定不敢换，对吧？你可能会走车 E4，但是他王 D5贴你一步，你也贴的很难受啊，被贴的很难受。车 C6一走，这吃了是不会考虑的，吃了的话，走的车 E4，王 D5，车 E1，王 C4吗？摇头了，小伙子，我没看。小伙子估计又不太开心。车 C2吧，王 C4，马 D5，哎，这个看起来好。哎，果然还走了车 C2，然后车 D1，王 C4啊，这肯定。是在想呢，王 E4吗？啊，王 C6。哎，这王为什么不往前，他往后退呢？车 1再出，你看，让他往回退是吧？车 1的人下不要将他，要抽他象。
这马 D5还上不来，好尴尬。这车 E6一将，一上王车 F6吃了，或者说这个时候车 D6是不是有一扣？但好像俩人并没有这么下，走的什么我都不清。车 D1往 C6，哦，走的象 E1，没走车 E。第5周车 D4啊，小伙子又浪，这车 D4上去干啥来的？车 D4也是人才，车 C1，车 E4。我怎么感觉王被拖住了？这象 C3一会儿过来一下，是不是快凉了？当然可能不是现在，现在C4这边要将，所以说是不是考虑先走王 B5？上一步车抓的时候再象 C3 封进来啊，这感觉完了呀，我觉得这棋。但是他好像并没有这么下，他们走到王 D6。王 D6，白黄王E2，上 C3吗？车 B1。不过现在其实刚才是唯一的一句话倒是提醒了我，黑方只要和棋就赢了，所以说没有必要去 fighting 啊，黑棋安安全全的下完这盘比赛就好了，我觉得，对吧？车 B1过来也很合理，准备马 C3或者象 C3，王 D3，OK，继续上。挺好的。我觉得卡拉瓦纳下软了这个棋，我觉得中间不应该把王放出来，但具体怎么走我不知道。车 B3一将，王 C4再上，王 C4，哎，还真上了。车 B2还是车 B1？车 B2吧，封住一下这象。车 B1 拉住了这只象，这象第2呗。我替他走了，象第2，上王上象。没走，打脸。车 E8，马 E7，马 E7准备什么？准备马 C6吗？上第2吧。哦，看不懂了，我也看不懂。我觉得俩臭棋，但是他们都比我强啊。吃瓜群众去评价一下还是可以的，下不过。啊，王 D3是什么意思？这甩手难道不是一部车 B3将军吗？这王 D3怎么理解呢？这步棋？哦，我不用戴耳机的。车 B3王 E4，高起剑走偏锋，用王去控制住这匹马。这匹马只要一乱动就王 F。那么现在黑方走的车 B1，那么白方估计要走向第2了。哎，王 D3好棋啊！王 D3王 E4这个感觉，虽然说我开始没看懂，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下的还是不错的。因为王到 E4去，这匹马就不敢动了，动了的话，这只王就会窜进去。那这匹马如果不敢动了的话，车 A8可以啊，准备吃兵，希望他的马动，然后这样的话白王就可以冲进去了。然后这局面我总觉得卡拉瓦纳要差了，但也不一定，他可以马 C6，王 F 轴象 D8，再把车锁死。
但是这样可能会王 G6，然后王 C7，我就不知道这棋了。王 H6吃了王 B7，车 D8吃了马 D8，然后王 G5吃回来，这应该是白红要赢啊，这感觉 H 兵要变后了。绝杀走完，卡拉瓦纳好像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这孩子的这个，就是费罗兹亚这个王 D3确实是高棋，没看懂，但是一步棋走完之后，感觉豁然开朗啊。这是我自己摆的啊，他们肯定没下到这里，他们应该下到的是王 F5这一块吧？哎，真走了象 D8，真走了象 D8，王 G6没走，走的象 C3，他为什么不走王 G6呢？象 C3 车 C1，看不懂，这不给他象 G7了吗？啥意思啊？象 G7，卡瓦纳要输了吧？这 H6丢完，这一串就都没了呀。王 C7再回去贴，象 H6吃了，但是他也可以不吃。比如说现在走什么马 D4或者马E5之类的，黑方好像也很难受啊。这一换是不是碎了直接？马E5进去，比如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往这儿跳吧，还有这个威胁，这应该完了，这吃了就吃回来嘛。走了马 D4，关键是王 B7过不去啊，这王 B7吃了马 C6了，对吧？那马 D7走能做什么呢？已然不行了，要丢兵，全是黑格兵，最后还是死在了黑格兵上。虽然说我觉得白王下的很不好，但是最后黑王死的还是样子还是预见到了，是吧？最后就是因为他这个破兵，走了马 B4，马 B4啥意思？这不马E6了吗？卡拉瓦纳认了。OK，扳回一城，很关键的一个赢啊！下一盘就肯定是玩了命的去进攻了。卡拉瓦纳感觉很不满意，并且我觉得卡拉瓦纳如果这盘棋输了的话，下一盘如果再输进了阿玛嘎登，我觉得卡拉瓦纳就完了，肯定下不过菲罗兹亚的。哟，最终选择了什么啊？选择了后 C4 轴 G6，格林的形状又来了，象 G7、象 G2，我好好拜读一下。格林的神变成了白棋 P5，后 C2 象 F5，后 D1 C5，哇塞，又是神剑大将，什么东西这是？还真强啊，这俩人。少年你会吗？这谱，我怎么感觉俩人全会呢？啊，真的厉害，世界冠军还是厉害啊！这后 C2 一走，象 F5 一打一退 C5 一气，这 C5 就属于长着就像柴国的样子。我都没看懂这马 G5 呢，他马 D7 吗要？那走了步马 C3，然后黑王马 C6，真的是架着先步在走啊。马 H4，然后 CD 吃了，这个交换是平子走这个，然后车 C8，这黑方非常的主动啊。我觉得拉格拉夫没戏了，这棋下到这里，拉格拉夫很明显是不会了。我来看看卡尔森的。我来看看时间啊，这玩意儿是真的快啊！卡尔森在 CD 的时候想了3分钟，CD 的时候想了3分钟，
然后想到了这里。其余卡尔森好像没超过1分钟的。这局 C8走完，着实有点尴尬啊！这盘棋拉格拉夫必须赢，这没有棋可以走啊。这个时候，这边抓着象，这边吃着马，那这一只象是一个隐藏的潜力股。然后现在黑王这个局面还多个兵，就意味着白王可以吃1只兵，但是得还一个子儿回来。那么他象 B5的话，就 DC 吃过来，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比如说 BC 吃完之后，还有可能会有什么马 4、马 C3踏进来，这黑王子力太通畅了。那像 B5如果不走的话，那马 B5那就车 C6吃了。这个时候如果马 D4再吃回来还不行，还有车 D6这一爪。那所以说马 B5走完之后，车 C6吃了可能会有后 D4。但是紧接着，比如说走的什么？走的马 B5之后，车 C6下到了这里，然后走了后 D4，吃过来，然后卡尔森还在想 A6，哎呦 A6好棋啊，走的 A6，A6 就只有后吃了，然后接着车吃，然后马 C3，马 E4进来和棋。这卡尔森不弄他就不错了。虽然说现在卡尔森又少了一个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卡尔森这个招法，这个子力永远积极，是吧？厉害的这个棋。当然他们并没有下到这里，他们下到的是这个局面，然后走了 A6之后，然后选择了后吃车吃之后，然后选择了马 A3。马 A3，马 A3啥意思？就是为了纯保兵吗？马 A3走完，比如说马 D5也可以，马 E4也可以，马 D5他就准备马 B4、马 C2绕进来。那么马 E4的话，当然也可以了，这步棋。走的马 E4，马 E4之后准备走马 D2，马 E4之后靠拉格拉夫走了王 G2。这完全不着急啊，这局面。马 D2当然现在是走不了的，对吧？车 C1猥琐，哎，好棋啊！那只有吃，然后接着上 B2吃过来，马 C4，马 C 还上不去，哎，上去也没啥意思，就吃了你呗。吃了之后，车 C8拉住，基本上没戏了，除非卡尔森想赢这个棋。这想赢感觉有点过分，说实话。貌似没什么好棋可走啊，这个局面黑棋。车 C8，车 D5，车 B8，就这几步吧。车 B8其实是应该也可以，感觉上，但是还是车 C1这步棋感觉更猥琐一点。拉格拉夫很明显不开心啊，这应该是他们第4盘了。第4盘如果再赢不了，那就这轮比赛就输掉了。卡尔兹在想什么呢？车 C 要不要吃？车 C 吃了。这个局面能不能走车对车啊？我在想，车吃，车 C 之后象 B2，
这能不能走车第一啊？这个棋，但实在是不想赢棋。比如说车第一，吃了，走，车第8，一上往一勾，刚好有步马 C5能封得住，没戏。向边一吃，基本上半条腿已经要赢了。拉格拉夫这再思考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吃不到 A6没戏，对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和唯一认为的是一样的。这种残棋吃到 A6可能还有点希望，但是吃不到 A6的话，也完全没有希望。向边走完很痛苦，感觉。还在想，走了马 B1，向 C 吃了，车 C 吃过来，车D5，车 A5，王老师的黄金车。这残局马象小于车，马象之间没有中子配合的话会是很难受的。马和象最好有一个中子配合，比如说一个车一个后，那么少班子的那一方可能就会比较难受了。车D4，也差不多是吧？黄金车，他准备走成黄金车了。但是他车D4可能比车D5好一点，是不是下一步还准备走 F3之后马D2？这样你车第一还可以马 F3，真的是讨厌卡尔森这个棋下的好啊。F3之后果然走了马D2，没有，刚跨完他走了马 F6，准备马D5翻上来，然后走了王。我们把他想深了。虽然说我觉得马D2挺好的少年，但是人家没这么下，人走的马 F6，然后接着白方走了王 F2。他准备马D5架上来，然后E6补起来，车往 A4一放，是不是这个局面就可以提和了？很清楚啊，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走车 A4好像，黄金车出现。马 C3吗？马 C3可能会有车 A4，车 C4，所以说很讨厌这步车 A4。你 A3又不愿意补，哎不，这个棋可以车8一将王G7收在马 C3，但这样的话可能会车 A3。实战当中车 A4之后走了步 A3白的，然后卡尔森本来想摸马，但是现在好像准备走王G7，走了王G7。然后下一步就像我说的，E6一补，马D5一屯，你爱咋地咋地，一次都起不来。那卡尔森应该赢了，已经，应该要赢了。然后走了车 C3，马 D5，车 B3，我估计啊。走车 B3确实，黑的车 C4拉出来，准备车 C2控制住这匹 B1马，不给马出来。看白方要不要走马D2这步棋了。但马D2上来之后，车一抓，好像是没什么地儿去了吧，只能这样。走了马D2，然后接着走了车 C2，然后估计是车D3扛过来，然后接着比如说马 C3进来，感觉上是。果然他们就是这么下的，马 C3走完，这白走啥？等死了好像。这匹马不能动，
这只王不能随便乱上，马 D 要将，我不能随便乱下，车 C 要将，车动不动也没什么意义，实战当中走了 F4，然后黑方肯定是上王，基本没戏了这棋。或者走1-6，走了1-6，实战当中，白方王 F3，马 E4，好快这步棋回的，就想和也不是就想和吧，白方王E3，我估计。马 E4吃了啊，那拉夫接受了和棋，王 E4，接着车E2，王 F3，车H2，车D6，A5，完，这没看见，完了，车 H5把兵保上了，好嘛，这下，完了，拉科发夫还得求和，人卡尔森还不一定跟他和，这就过分了呀。卡尔森此时难道不应该有点风度提个和吗？走到车 A6，然后车 H5撤回来。他们多赢一盘有加分吗？不加分啊，就是最后结算的时候会可能多加一点点，但是人哥说还是先算智商。走到车 H5之后 A4，车 C5，然后车 A8，还是看那盘吧，那盘棋比较火爆一点。这盘棋应该是知道卡尔森肯定赢了，所以说没什么可看的。我们看不到阿玛嘎登了，能看到阿玛嘎登呢，就这一盘，这一盘也是第4盘了，应该是。哟吼！啊，菲罗兹亚必须要赢，走古印度 ，G3 D6短移位，马 E4进来，后 C2 F5，走，这咋赢啊？偷去啊！吃了，B4一打一走，车 D1后 F6。但是好消息是，好像卡瓦纳也不是很熟，像现在撤回来合理啊。然后这黑的怎么守这个E5兵呢？现在马 C6肯定是不敢上的，马 C6上完之后随时 B4 B5要冲，马 D7的话又感觉堵着这只象了，也不太好。退后吧，又怕马 G5，所以说就不会了。偷E7，我觉得这盘棋其实主要还是看开局。卡拉瓦纳开局如果能好一点或者清楚一些的话，这盘棋我觉得没戏。我是说菲德兹亚没戏啊。但是如果说卡鲁瓦纳这盘棋特别的迷糊，那就有戏了。这个局面菲德兹亚才开始想，确实不好下这个局面。我看到了一个变化，比如说后 F8，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马 G4 之后是不是可以考虑 C5一冲？这条线感觉要穿了。所以说车 D1走完之后，后 F6向 C3，紧接着走什么呢？走了马 C6，是 B4呢？B4感觉太合理了。现在不是平局啊，现在菲洛兹亚应该是1-2落后啊。上一盘刚赢，但是之前被人2盘双杀了。我们看卡尔森这一盘啊，
卡森果然是要赢啊！不，他可能棋赢不了，但他想赢。这球明显我觉得黑的有点压力，那个白的有点压力。不好下，我们还是看这盘吧，这盘棋比较关键一点。马一，马一是个什么思想呢？准备 F4吗？下一步不能吧？这也太恐怖了。马一之后后一棋合理啊。感觉克拉纳好像不是很擅长这个形状，不知道该走啥了。这应该走什么？这个棋上次又打了吗？比如说打了吃了，然后比如说马 D3顶上去，准备向 B4，然后马4U再往里冲，感觉也不错。这个棋我觉得费多兹亚不好赢，这是关键的问题。我们看看拉格拉夫啊，哦吼，这个棋且下呢，完了再说吧，还是再切回来吧。卡拉瓦纳还在思考，我稍微去个厕所啊，然后大家先听首歌吧。欧智比天然海水，清除潜在感染源，洁净鼻。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invasor. Oh partisan, emporte-moi.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Oh partisan, emporte-moi. Je me sens prêt à mourir. Et si je meurs en partisan?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t si je meurs en partisan? Oui, tu devras m'enterrer, m'enterrer en haut de la montagne.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M'enterrer en haut de la montagne, dans l'ombre d'une jolie fleur. Et tous les gens y passeront.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t tous les gens qui y passeront se diront quelle jolie fleur. Et cette fleur du partisan.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E 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 morto per la libertà.
Sometimes you feel lost. Another star, you fade away. 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Was it all in my fantasy? Where are you now? Were you only imaginary? Where are you now? Atlantis,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Where are you now? Another dream. The monsters run wild inside of me. I'm fading. I'm fading. So lost. I'm fading. I'm fading. So lost. I'm fading. These shallow waters never meant what I needed. I'm letting go, a deeper dive, eternal silence of the sea. I'm breathing alive.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Under the bright, the faded light, you set my heart on fire. Where are you 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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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lantis,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Where are you now? Another dream. The monsters run wild inside of me. I'm fading. I'm fading. So lost. I'm fading. I'm fading. So lost. I'm fading. All we know, left untold, beaten by a broken dream. Nothing like what it used to be. We've been chasing our demons down an empty road. Been watching our castle turning into dust. Escaping our shadow just to end up here once more. And we both know this is not the world we had in mind. But we can't die. We are stuck on it, so we can thrive. OK，我回来了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就像我说的，这个局面卡罗瓦纳好像已经不太会了。他不太会了之后，就会陷入长时间的思考，所以说我去上厕所。那么马 C6 马 E1 后E7，然后走了向D5，王 H8 马 F3，马 B4 之后，然后选择了后 B3这步棋。后 B3 走完之后，这个局面，怎么讲呢？黑方应该对我刚想说，黑方应该不会马 D5 吃。这个时候如果马 D5 吃了，这么一地吃过去，感觉这只象对抗这只象，对吧？或者说这个时候去选择车 D5 说不定也可以，然后一会儿车 E5 就给他砍了。所以说马 A6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招法。那马 C6 这步棋走完之后，这象怎么办呢？
我怎么感觉要死这儿了呢？这比如说141一封，这像是不是死在第5了？实战当中走到马1，然后紧接着黑棋还在思考，我怎么觉得这个棋不太合适了呢？我们来看拉格拉夫这盘棋啊，这盘棋卡尔森肯定是输不了，但是我感觉他也赢不了。不，我这应该要赢啊！这 H4或者说车 A1是不是都要赢啊？哎，sorry， 不好意思。哎，不是我，这是他自己走的，车 A2卡住，这样的话车王 G3过来，然后准备车在这边开始长时间的将军。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将的话，为什么不去选择车 E3现在将呢？这车 E3将完，这王没地儿去啊。奇了怪了，这局面好像不好赢啊。王 G4就车 E4再将呗，回去之后车这次甩过来，走到王 G3，我觉得这步棋不好。王 G3走完，紧接着比如说 A4，他要怎么办呢？这白的。A4我估计车 E3一将，然后王 D4，然后紧接着车 F3甩过来，然后车在侧面的哔啦吧啦一顿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棋车 F3甩过来之后，比如说车 E2有没有希望啊？感觉上白的还是挺危险的。哦，不行，哎，对啊，这个时候 A4果然下来了，现在车 E3一将，走的不什么啊？A4之后车 E4，OK，王 D3贴了一下，这样的话肯定会走车 F4，准备车 F3这边将，对，然后王 E3再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跟不上大佬的这个境界了。这车 F3一将，王 E4，车 F4一将，王 E5，车 B4甩过来，车 A1下，王 H2回应该是，这好像赢不到了吧？车 A3继续卡着，王 D4进，车甩到 F3，这边哔啦吧啦一顿将。F3过来，对，车 F4准备将，要不当然下一步准备走王 G2啊，反正这个时候不着急去将。王 C4，车 F4，H4，车 C3，车 A2，王 H1合理，因为王上去贴这个兵没有意义啊，不会去贴的，所以说可能会回啊贴合了。OK， 卡尔森以2.5比1.5战胜了拉格拉夫。那我们把目光换到这盘焦点之战，果然在马1之后 E4，象棋后期之后 C5，被迫走了 C5，那这盘棋费罗兹亚又有戏了呀，又有希望了。看到这里，费罗兹亚多了个兵，然后感觉上还是挺苦的，就是卡拉瓦纳还是挺苦的这个棋。这不知道该走啥了，这棋。现在还有人没睡吗？我想问一下。来，没睡的给我打个1，我看看有几个人没睡，还在看直播的，还是我一直在说单人相声。那还是有人啊。OK，
这么多人在看啊，我以为个位数呢，应该会上10位数吧？现在。OK，B6走完，卡瓦纳还在想，这个棋真的是不太好有头绪。对于黑现在下一步很简单，他很有可能会走象 B7，或者说走A5，然后象 A6出来去攻击这个E2兵。这个兵怎么守呢？我都没看出来。如果车 D2这么守的话，感觉有点奇怪啊。但如果不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局面，我觉得卡罗瓦纳基本上非常的危险。那么如果进入到阿玛嘎登，我觉得卡罗瓦纳肯定下不过菲罗兹亚。走了马 F4，这步棋想了2分半啊。马 F4。G5冲，能冲吗？如果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做表率啊，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冲，后 D6要往里冲了，什么马E6、象E6就扔进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步 G5能不能冲得起来，我不知道。G5走完，马 H5一踹，后 D6，这是不是后 D6了？所以说可能不太好这个下法，因为这后 H5吃不了，这样后 F 要杀死了。所以说卡瓦纳那个菲罗兹亚还在想，走了 G5，然后走了马 H5，后 G6没走，马 H5之后，黑方还在思考这后该去哪儿呢？走到后 G6，果然是后 D6啊，就是这么下的。这肯定不能吃啊，这后 D6走完哈。但不知下一步马 F6进去了，这走啥呢？被卡住了呀。后 D6吃了吧，我觉得。G6吃下去，这个局面我觉得卡罗瓦纳有点补偿，但是比如说现在再过来打这个兵，会不会是有点儿？但好像也没啥机会，直接走的象 A6，这不能走马 F6吗？这看不懂了，是象E2吃是吧？估计，所以说象走完之后，卡罗瓦纳局 F1一出，很快就用了5秒钟。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后 D6吃了车 D6之后，然后车 D8对车啊？后 D6吃了，车 D6吃下去，车 D8对车，果然，这肯定不能对车，对完车就跟认了一样，所以说就得跑这儿，或者跑到 F6，H6 和 F6 2选1。跑到 H6的话，有点杀王的可能性。跑到 F6的话，就比较实在，准备吃兵。然后卡罗纳还在思考，目测的话应该是车 F6啊，感觉上车 F6更好一点。在这种局面当中，很明显黑方这个E5马太狠了，放在E5，这 H5马感觉没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么 G6之后走的什么呢？车 F6，OK， 果然走了。那车 F6之后黑的怎么办呢？怎么去守住这个 F5兵？比如说车 F8肯定是个选项啊，车 F8这是最朴实的一个下法，并且车 F8走完之后，我不知道白方该走什么了，可能在车 E6抓。那 F6之后黑方应该怎么办呢？下步人要吃你啊，
你总不能上 C8吧？上 C8这也太丑了，感觉上。这有没有马 F3？哦，没有，迷糊了。走了上 C8。但这样的话，白方这只车就可以活了，比如说车 C1或者车 D1都可以。我觉得车在 E 这个位置比较笨的，所以说黑方象 C8这步棋我不确定好不好，感觉上只能说是一个迫于无奈的防守，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白方这两个子离位置不错啊，因为黑方底线一直会有问题。然后紧接着在这里，在这里怎么办呢？车第一吗？黑方接下来准备怎么办？黑方接下来有可能会 C5、C4下压把象封住，而这个王呢就没有那么危险了。现在等于说这三个子牢牢控制住了整个这个局面，对吧？随时会有杀王的可能性。卡劳纳还在想，走了车第一，换车。但其实也无所谓，黑棋就吃了他吃了之后 C5呗，不给这只象再出来就好了。白方这马实在是有点尴尬。变车第一吃完象第一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可以走象E6啊？准备象 F7去打死这匹马。当然，这个局面可能会遭到象 B3，这样的话换掉之后，这个 F5兵就有问题，所以说不定是车第一象第一之后 C5先冲，准备象 E6，然后再象 F7，再去打这匹马。菲罗兹亚选择了象第一车第一之后，车第一象第一之后，然后还在思考，实战当中就是这么下的。然后走车第8，把线先占了，合理。然后卡罗瓦纳肯定会走象 B3，然后紧接着 C5抬起来，这样的话有没有象 E6啊？这样把象换掉，车第8一抓。卡罗瓦纳这个时候有什么选择吗？没什么太多选择，一个是象 C2，一个是象 B3。但是黑方的这个王是真的有点问题啊，他没有底线。走了象 B3，黑方我估计就是 C5一冲。象 B3走完，C5来了。果然，那这个局面白方怎么办？这个局面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局面。象E6我觉得是一步不错的招法，那除了象E6，我看不到其他的招法了。不然就是什么杀上王、过王之类的。sorry， 不是王之一啊。过王其实说不定也可以，把王过到E1去，然后象再缩回来呗。这个局面白方这只车放这太厉害了。C5，走了步什么？象D5啊！哇塞，我感觉这步棋好棋啊。虽然说我不知道他准备干嘛，但是我觉得他是好棋，长得就帅。在这一瞬间走完这步棋之后，黑方是没有办法吃的，对吧？吃了之后就 F8杀王了。那么你如果吃不了，这只象就等于说是控制住了很多格子啊，控制住了很多格子。然后能不能走马 G6呢？准备车吃过来，那这样的话，白方可能会把象撤回来，黑方好像也没啥用。或者说你马 G6的时候，象 F7再打你啊，象 F7不行，象 F7就 F8了，是吧？所以说，象 D5走完，黑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感觉黑方时间紧任务急啊，象 D5肯定是好棋。马 G4这边招法没有用，马 G4的话就车 F7，然后他就车 F6、车 F7，就这么耗在这里。菲罗兹亚没看到象 D5，象 D5走了 C4，
C4之后是不是白方可以走 A4啊？第一反应。那 A4的话，是不是黑方给 A6？也是个问题。A4走了，黑方我估计是 A6。A6的话，车 B6应该吃不了的，吃了的话，车 D5这边吃了。所以 A4 A6其实还是一样的，下一步黑方还是准备冲 B5。那么白方怎么办呢？这费罗兹亚如果不走 A6的话，他为什么要走 C4呢？对吧？那 A6走完之后，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 B6兵和 A6兵非常的空，对吧？他可能也会担心，比如说这只象跑到什么地方，车 B6这边就全吃了。当然，他能不能跑是另一回事啊。我觉得这个时候白方好像只是破象没地儿跑，双方的子力互相威胁着彼此。你说这匹马不好吧？但是他看出了关键的1-7格，对吧？但是你说好吧，他其实对于中心这一块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这只车好不好？其实挺好，但是他也动不了，对吧？费罗兹亚走了向D7，并没有去走这步 A6，向D7走，走完他想干嘛呢？吓唬人家，他也还是吃不到人家的兵啊。因为下步象 A4的话，白方可以举 F5吃，对吧？底线还是有底线的问题。现在黑方象E8也撤不回去啊，撤回去的还是底线有问题。白方为什么不冲兵？冲啥兵啊？咋冲兵啊？不知道白方该走啥了。H3，补一步，不给以后马G4。黑方这步象D7有点假的，没有用。F4起来了，看起来也不错，非常主动的一步棋啊。F4，EF 吃掉就 EF 吃过来，还是准备 F4冲。黑方还是吃不了，黑方估计还得退象。但不论怎么讲，我觉得 F4是好棋，说实话。费罗兹亚这个局面太危险了，没时间了。EF 吃了，为什么选择 GF 吃是什么意思啊？GF 吃啊？马G4，车D6，这不拉穿了吗？这一下，完了，费罗兹亚又崩溃了，好像。这下是真不行了，没看到车D6，我估计费罗兹亚在看的是车F7，然后可能像 A4可以吃吧，但是被车D6一控碎了已经，然后走了马E3。马E3的话，可能可以像 F7，也可以像E6，像E6怎么办呢？这不直接就交枪了吗？卡拉瓦纳现在非常的轻松。那么虽然说卡拉瓦纳非常的，费罗兹亚是在笑啊，你说的没错，他笑得很无奈。卡拉瓦纳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局面，但是运气很好，然后费罗兹亚走出了致命的坏棋，然后导致了整盘棋的失败，那也就从而输掉了这盘比赛其实是。那么今天卡尔森跟卡拉瓦纳又是齐头并进啊。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如果加上这个分的话，这俩人啊不是齐头并进 ，sorry， 卡拉瓦纳赢了的话是加3分，然后卡尔森赢的话是11分，好厉害。
菲鲁兹亚还在想，这有什么可想认了吧？小伙子，认了。OK， 好吧，那随着认输的话，那今天的比赛呢也就到这里去结束了。然后卡罗瓦纳呢取得了胜利，然后卡尔森也取得了胜利，最终的比分应该是，两个卡尔森那边是2.5比1.5，然后卡罗瓦这边好像3比1吧，好像是。OK， 那么我们明天见吧，好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